手机软体 APP 的形色 APP 啊，哦，拍照认识植物，没有办法辨识的就跑到这个网站来，输入手机号码，要有。再结束。好呢？我已經係常用公開不決定，因為打電話講講講啲紙包卡。我等輸入手機號碼了，第5個碼就沒有辦法輸入了，沒有辦法。手機號碼。没有办法输入第5个号码了，要手机号码要很长，那第5个号码又没有办法输入了，卡在这里。形色 APP， 用形色 APP 啊，拍照辨识植物。有花了，有叶子了，有果实了。有花了叶子的果实，你看，看到求高手鉴定，求高手鉴定才会跑到那个地方去。